华视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快乐。今仔日是新历的2月7日，旧历的12月29，礼拜四。后来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这个新北市的蘆洲有一间菜馆行，伫个昨暝11点外，伫要关门进前，突然间一个穿护满的抢匪举刀冲入来抢劫，抢走着店内20万的现金了后，佫变装来逃走。警方伫今仔日早起抓着人咯，嘛为伊徛过天棚找到犯案的衫裤，开到存10外万的现金是藏伫个倒仔的夹棚内底。讲这个嫌犯是一间便当店的头家，到底啥物原因共抢劫？警方当咧追查。拍开厝顶的业站，都看到蓝色的号码，这就是社会抢犯案的清查。好啦，找到啦！警方伫厝内找到部分的金额，10几万的赃款都藏伫倒顶的业站内底。新北市蘆洲区伫昨暗发生着菜馆行的抢案，还不错，每天好像都蛮多人的。这种事一定会嘛，自己要小心嘛。菜馆行的门口有封锁线，警方甲监视人员出入来回搜证。昨暗在1点外，嫌犯举刀冲入去菜馆行内底抢。生会嫌犯到蘆洲民族路这间菜馆行，趁店家要休困进前，人客较少的时阵出手，举刀甲店内21岁女员工抢，伊甲钱交出来，当场就抢走20万块现金。当时什么状况？会不会很怕？警方调监视器发现这个嫌犯早都有准备，举雨伞佮穿护满入去菜馆行内底抢劫。短短不到2分钟就离开，佮出现伫镜头前的时，早就已经变装，就是要避警方的追查。除起获作案所穿的雨衣、所携带的雨伞、手套外，强盗所得财物已全数追回。这个68岁社会嫌犯是一个便当店的头家，无请员工，生意敢若是无介好。核心嫌犯开的便当店就位在十字路口，距离彩券行只有短400公尺。他都没生意啊，没什么人。几年前可能是因为欠钱，就走来抢劫。警方真紧就将人抓到，就是要避免在过年期间治安受到打击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